大家好，我係 Man 樂。唔知你身邊有冇一啲朋友係旁蟹心態嘅呢？如果你見到佢哋，你覺得佢哋係會爬上去嗰個啊，定係拉人落嚟嗰個呢？喺今時今日嘅網絡世界，無論係分享一件開心嘅事、一個成就，定係一個新嘅觀點，留言區永遠出現最快嘅就係質疑、嘲諷，甚至係無緣無故嘅攻擊。呢種見咩都鬧、逢紅必反嘅風氣，好多人話係言論自由，又或者係社會嘅怨氣。但喺我嘅眼中，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社會網絡嘅現象，呢個根本係一個失敗者嘅特徵，亦都係一個人拒絕進步、走向平庸嘅開始。今日咧，好想用心理學同埋邏輯咧，同大家拆解下呢一個現象。要解釋呢種無知且自信嘅攻擊行為咧，心理學上咧有一個著名嘅理論，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簡稱 DK Effect。康奈爾大學嘅心理學家發現咧，能力越低嘅人咧，往往好容易高估咗自己嘅認知水平。佢哋因為無知咧，所以根本冇意識到自己嘅無知。當佢哋見到一啲超出佢哋認知範圍成功嘅例子，例如有人年薪過千萬，有人白手興家，佢哋嘅大腦咧就無法去處理，於是乎咧就會啟動咗一個自我防衛嘅機制。第一步咧係簡化。將佢哋對成功歸咎於運氣、父幹或者係呃人。第二步就係攻擊，通過貶低其他人咧而獲取短暫嘅優越感。DK Effect 嘅例子咧實在太多啦，我自己都親身經歷過。就好似我做保險行業，我都會嘗試過喺個社交媒體度咧同大家分享下保險人揾嘅錢有幾多。但好多時間咧，啲網民一見到就會話保險人揾更多錢係呃人嘅，我要拆你雞棚，邊有可能啊？你一定係嘩眾取寵。其實喺我眼中咧，我會覺得呢班網民咧真係比較快去決定一樣嘢，或者好武斷。因為其實當我之後慢慢拆解翻，其實保險人點樣一步一步去揾到嗰個所謂比較高嘅收入嘅時候咧，其實係一件好合理恰當嘅事。但我望翻個情況就係，好多人就算佢係完全對於保險呢個薪酬嘅制度無知都好咧，佢都會先 ban、先反對，甚至係攻擊嘅。咁我相信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好體會到嘅 DK Effect。除咗無知，另外一種更深層嘅毒藥就叫做螃蟹心態。如果你將一隻螃蟹擺落個桶入邊咧，佢會好容易爬出嚟嘅。但係如果你放一堆蟹入去咧，只要一直想爬出嚟咧，下面嘅蟹咧就會拼命咁拉佢落去，結果就係大家都死喺個桶入邊。喺人類嘅社會入邊咧，呢種心態就係如果我得唔到嘅，你都冇得到。呢種解釋咗點解咁多網民會妒忌成功啊？因為其他人嘅成功咧就好似一塊鏡啊，照出咗自己嘅平庸同埋停滯不前。其實我職場入邊咧遇過好多次呢啲所謂拖後腿嘅經歷嘅。記得我入行冇耐咧，我身邊嘅朋友有啲朋友都會講：喂，你喺社交媒體低調啲啊，使咪咁樣 sell 啊，使咪咁樣講你搵幾多錢啊，好假啊！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知道自己透過社交媒體係希望去經營我嘅品牌，經營我嘅生意。咁我望落去都會一笑置之，我會繼續做自己需要做嘅事嘅。但係調翻轉，當我望到呢一班嘅朋友咧，其實我都會戥佢哋覺得好可惜嘅。因為其實佢哋拒絕嘅咧，可能係一個令到佢哋人生有轉變嘅機會。好多時候咧，其實我哋而家呢個結果係因為我哋做咗呢啲嘢，而我哋想改變一下我哋人生嘅結果咧，就係我哋先要吸納到一啲我哋可能未知嘅變數、未知嘅方法。而如果你一開始呢班朋友一開始已經係拒絕咗一啲新嘅經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就會令佢哋失去咗一個改變自己人生嘅機會。正如我所講啦，其實喺社交媒體去講我嘅人生，去講我嘅事業咧，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營銷嘅方法。當然我明白到咧，今時今日充滿咗社交媒體嘅負能量，會好多唔好嘅回應。但係其實呢啲回應咧，如果你係用社交媒體建立你個人 IP 咧，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去令到你嘅 post， 去令到你嘅流量提升。咁對於我嚟講，我明白你 post 啲咩都會有人講，都會有人鬧。但調翻轉，如果越多人鬧你，越多人講嘅時候，你可以好平心靜氣去回應佢哋，或者去唔理佢哋嘅話咧，其實反而對於你喺營銷生意角度咧，係一個非常之有利嘅幫助嘅。不過無論我有冇回應都好咧，有一個原則咧係永遠唔會變嘅，就係我絕對唔會俾呢啲負評、負能量牽動到我嘅情緒。有一句話咧我好中意嘅，就係獅子咧永遠都唔會因為狗吠而回頭。當你站得越高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地面嘅嘈雜聲音咧，你根本聽唔到嘅。如果因為下邊有人鬧你而停低腳步，甚至令你冇辦法行落去咧，咁你就輸咗。
因為你將自己拉到同佢哋同一層次。正如羅斯福總統講嗰句說話，榮譽咧係唔會屬於一啲批評家嘅，榮譽係屬於嗰啲真正喺競技場上面拼命嘅人嘅。記住，觀眾永遠只會睇住場上嘅球員，冇人會記得咧喺場邊鬧人嗰個係邊個嚟嘅。記住咧，你係你人生嘅導演嚟嘅，唔好因為一啲路人甲乙丙丁嘅一句說話而令你停滯，令你放棄你嘅目標。因為如果因為嗰一句說話而令你停低嘅話咧，他朝佢就會講，喂，都話咗佢唔得噶啦。但係相反，如果你可以繼續昂首向前，根據自己目標繼續向前行嘅話，他朝你做到之後咧，可能佢哋已經由一個反對者變為你嘅支持者。所以對於我嚟講，既然你做乜都有人話嘅時候，不如專心一致向你想做嘅嘢一直向前行。所以如果你開始發現自己係習慣去批評、去懷疑，甚至係妒忌其他人嘅時候咧，唔該停一停，問一問你自己，你花喺鬧人上邊嘅時間，如果用嚟去建設自己，今日嘅你會唔會有唔同？記住啊，拒絕做一個酸民，唔係為咗對其他人嘅好，而係為咗放過你自己，俾一個機會你自己進步。如果中意睇我嘅片嘅朋友，下條片再見，拜拜。